葡萌愛嘉年華見到嘅唔止狗狗貓貓，更重要嘅係一班用心探索自己方向嘅青年。唔少青年今次係初嘗創業，第一次向公眾介紹自己嘅作品。好多顧客買咗呢個雪花酥嘅，佢哋都話好好食㗎嘛，而家係非常之有食本度。東華三院有一個東葡呢個地方，跟住亦都有一個大嘅空間，可以去做一啲市集或者活動咁樣，俾即係我哋後生仔去做初創。如果下次東葡再搞呢個活動，一定會參加，因為我哋覺得呢次嘅體驗都幾好嘅。除咗創業，有青年選擇做義工，為成個活動默默付出。而過程當中，青年亦都喺寵物身上有新嘅得着。咁我第一次係嚟東葡呢一度做義工嘅，喺做義工過程，我自己都好有滿足感啦。做義工可以幫人啦，同寵物接觸咧都可以排解下我哋嗰啲壓力，因為同佢哋玩咧都會覺得好開心。東葡萌愛嘉年華有好多唔同元素，荒謬超模大賽，50幾個文創市集攤檔，仲有專為探索寵物行業而設嘅萌動職涯探索區、型格寵物影樓、人寵咖啡室、空中花園、動物領養日，每一部分都體驗到人同寵物嘅愛。青年亦都喺當中揾到共鳴，開始探索未來嘅方向。東葡會繼續陪住佢哋一齊同行。